风台可能会对花莲台东登陆，所以华东的民众早起是赶紧做准备。伫花莲的马太安溪，这水湖即马是恐惊量要放弃咯。县政府嘛开会决定要先疏开位伫水尾的民众哦。另外，台东往来日岛的船帮伫过岛了后，嘛已经停驶咯，有一寡游客哦，拢先转来本岛咯。风台要来啊！花莲市区透早到点头开始将扛棒提落来，市公所也赶紧顺市所有抽水站行驶正常。火车站头前才拄设好的装置艺术也要先拆掉，不少游客已经提早离开。因为台风晚一点，它就会发那个路上警报，所以我们没有提早的话，恐怕明天早上的话，怕它会停班。县府启动自己应变中心，针对马太湾区邦山河地公福乡开紧急会议，各设应用达600人的安置所，建议村民做好体力准备。这个不是只有水，这是跟土、沙、石，还有上面的类似那些树枝，全部都会下来。大家是评估，其实今天下午，请大家就要准备了。你不能等台风来，这下大雨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北湖啊。在台东承受影响的海线民众也赶紧准备。成功镇的大寨间，因为采收期还未到，农民也真无奈。黄台我们这大颗的也没有办法怎么弄啊，等它来啊。绿岛的客轮现在起开始航次，后天差不多1200游客登台湾，中岛过后是停驶。提前回来。提前大概多久时间？提前2个小时、3个小时。真的。虽然中岛进前华东地区拢是大日头，不过为登陆位置来看，花莲台东民众拢真烦恼，拥有的来势正雄加带来雨势，会造成灾情，拢把时间做好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